糯米楼做懂这个低音的，怎么牵起来的？哇！哎呀，因为懂哦，还有一个这个嘛，宝山水库啊，隔着宝山水库。对啊。那都学出吼西方都系第一志愿的时间吼，去强吗？还好。寻龙水果沙沙。这是寻龙鱼。寻龙冻鬼呢？比较特别的还按到灯笼果，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黄金梅。你怎么个个上到黄金梅啊？你恐怕都用过了。寻龙鱼大家有学过吗？有。啊，没有，只有眼毛啊！啊，边个有吗？有了。我被寻龙鱼集体霸凌。真品的秘密武器都亮。廖先生顶级香料，上头有这个订购电话，918。念完的话要跟他收100万。他很细心哦，诈骗在台服罐时要用扁面。哦，这真引后生呢。我什么胃溃疡都要吃。最高级的哦。对。就算连胃溃疡都会吃。是那个很好吃啦。这个油太油不好了。第几案的清明猪皮哦？对，不是猪油吗？鬼面的，鬼面的。我刚才看那个香油。哇，专业！这个拜托给大家都吃大碗的好不好？大碗公准备。对，试吃盘。好，以后都改这个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裝白天，哇！又來到竹洞倆島咧。講到竹洞哦，阿姐你哋頭擺嘅竹洞哦，其實咩按到竹洞呢？哦，冇係人做。我讓考試一下好咧，半年 ABCD4隻先好。好。看一下個頭擺按到咩 ？A 象麒麟 ，B 米其林啊。C 雙麒麟 ，D 朱麒麟。朱麒麟，哎呀，朱麒麟嘛，朱麒麟嘛，哈，朱麒麟，对。當然是 A 啊，雙麒麟，我幫你們選朱麒麟啊。不過抱歉，問到一個好問題，因為頭擺呢，做東亞到尾哦，佢青島一個雙麒蘇拿，古時候呢，球名很多雙麒麟嘛呢。剛後來因為佢都新竹嘅東片古時候都做東，可是這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知識哦，台灣呢有3大點錯，做東就係其中之一，包括有乜嘅東絲、羅東、然後做東。啊，莫怪兄弟是有來賓小嘅，你一片就是另一個嘅戰團。所以像你啊，就很適合來這邊。吃竹筍炒肉絲哦，那個在家裡吃就。對啊，也很多。哎呀，很快，頭五房阿姐呢，莫怪係學霸。好啦，你就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準備師傅。大家好，阿邊個好？大家嚟分享到係親友鳳。大家好，嗨，鳳大家好，阿鳳哥好。今日來分享到鳳水嘅潛水站，鳳水嘅潛水站呢係來自新竹嘅峨眉兩公婆哦，分享到田富哥、老婆真記。歡迎。係田數 Q 下來。哇！歡迎。他湊整時間定硬過了。遠超過你哈。好羨慕哦。來看一下咱水里阿片哦，記得係來自寶山嘅表姊妹。佢哋係盧晴香、林子香，兩位香香阿姐。歡迎。好，先嚟問問阿鳳水嘅，要推薦乜嘅好搞好食好料嘅嘛？有個峨眉湖，峨眉湖有個太闊。嘅動態鐵票呢？佢還有船路，有吊橋，還有環湖步道，呢條好咯。嘅清江。可能我高一要當中 L 族用誒，歐洲啊 L 族啊，對啊，那個筍紅有個民宿啊，你住的時候看外去真的像歐洲一樣很漂亮，而且也倒閉嘅峨眉湖，剛剛講到嘅太福鄉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標。哦，咱這裡一片吼係來自寶山沙福里藝術村。藝術村，對，之前有藝術家林咖啡和下午茶全部都的。對，你那有夫有到甜的，做的這個到呢，做的是茶是咖啡，俺做的這個有夫了的。哦，還做的有夫。有做的，你這個有個航路步道型的有夫。哇，超浪漫呢。對，個空氣非常安全。做的。空氣非常安全。嘅沙湖里咖啡店最近動靜嘅，我之前咪都幾特別嘅有翕過。非常漂亮，幾特別嘅料理咪當好食咯。不過係啊嘅峨眉湖，也係個沙湖里咖啡店順豐寶山水庫啦。睇自家來到做東亞特別嘅，唔好聽邊睇一條好嘅景點。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比賽。色色變好菜，你
梁翠用剪刀塞头部嘅方式，轮等托变上地度嘅食材，撒等爱伫寒天嘅时间地度，做出莫同样嘅变化。先来梁翠会调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用下来吃好菜咯。下一关呢又看到你嘅变相出通咯。哎，地都蛮好食。变相哦，就听我好好紹介一下，因為地背度有一隻食材係你竹東菜地嘅農夫非常推廣嘅。哦，幫先預告一下。好，好，來看一下咯。哦，好，今下紹介就係鳳梨。哦，菜地。係啊，除了東北西啦。他們竹東啊，跟農夫吼推動這個食農教育非常的灑忙，所以今年就讓佢哋嘅當地係食材來做出來。這個就是棉蔥，那藕蓮，那魚蛋吧。對。哦，該筍紅，它就切菜。切蓮菜。哦，用菇。法菜。這個是小農，佢自家種的時候冇農藥。哦。所以可能地北覺得蛋白質好多。好啊，你最愛什麼？沒錯，它不會掉菜哦。掉菜耶。還有倆當個誒炸醬，它不會帶皮的三青肉，哦，這個是蓋細面。今天的本熊說係一澎湃哦，動案前。好，等下呢，你先來今下小組討論。就切個專業嗎？冇啊，冇想法，只有小孩子才做選擇嘛。誰先都準備炒。加油上過哪時紅食材？三層肉，吊菜耶。還有個切蓮菜，炸醬，還有炸醬。哈咖煙哦，最好就三青肉，這個一定先搶。三青肉。等下記得沒法搶兩種。我覺得天空，我覺得那麼個鳳梨，主要炒鳳梨啊，從愛到底下炒個客家菜，炒鳳梨、炒台蔥有嘅冇？因為鳳梨叫酵素，是度有果香。炒，家等下最主要呢，係你採全愛採羊來。這樣有辦法，一開始剛剛採講第一棒。先採羊時，先拿三層牛膏炸醬，靠背本人家拿走，採全要認真採哦，好，加油一下來，強夫保證，加油！還有兩行半以上下，用菇到青花菜，好，白花菜，好，來，加油！大家都討論好要上八百號，不過最主要呢運氣也很重要啦，先來猜拳，好，體積會，保證記。好，準備好了哦。你們兩個為什麼穿姐妹裝啊？強龍嘅。剪刀石頭布。三青肉。唔怕。用阿姐。是用記。我跟你說，這最新鮮的。不要，我們先拿最新鮮的。要對齊啦。睇呢個項目㗎。佢會快得咯，佢差唔多會快得咧。好，快得冇關係。 Yes。 讓你辦嘞，來，保證記，略略的改變。那想看哪裡有我們拿乜嘅？年蔥吧。年蔥。還有乜嘅？炸醬。好，炸醬，伯姐幫我們拿。哎，你要崩盤啊，叫我免動喉血哦。對，好來。 沒問題啦，好，還有20幾年呢，當地的小孩都是吃他早餐長大。好來，第二棒。好，我們派出的是大雄的女朋友靜香。後來聽說嫁給小叮當啊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沒關係，來靜香，大雄最喜歡吃魚蛋，要不要？你不要亂講大雄。哎呀，我要這個。 這個不新鮮咯，冰很久了。青菜才是。那個很小朵。一盤你莫按到。OK，好來。兩不狗不很利。魚蛋嗎？也係藕蓮。切青菜。切菜，然後乜嘅？切菜。炸醬走。吊菜，可以配色啊。 對不對？散步一下嗎？3杯炸醬，不管好，自己的事。做早餐加吐司沒走對咯。對，哎，我覺得我已經看到美好的畫面了。這道菜很美好啊。有什麼東西炸醬做不出來的？厚片吐司。好啦，兩嘴都先好去解釋出啊，是沒有聽貼下來嘅，風吹。 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咯！天賦哥的聲音動態上，你下感受一下藍水的一片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好，加油！兩隊都準備好勢，馬上來進行第一關嘅挑戰。
我们有没有想法明确？刚刚有共多啦，都猜题可以啊，早餐店可以幾多年呢？我差唔多20年。20年呢？呀，很有嗎？有。你看小朋友迄個對0歲開始食假嘅早餐，係學外畢業。這都連他都已經退太畢業了。係啊。所以哦，什麼食材都靠我們幫給。可是有一個問題，剛才博謙有問到，糯米咯做懂這個姻緣怎麼牽起來的？哇！哎呀，因為懂哦，還有一個這個嘛，寶山水庫啊。隔着寶山水庫。對啊。梁生用乜嘢切咯？肚豆的啦。肚豆。鹽粉啦。滷紅哎呀，鹽粉啦。馬沙撈馬沙對 Q 啊。哎，莫看報成績哦，通常後生，日孫呢我考高中會考了。阿泰咯。你強強會做阿泰的啊？你用啥結婚幾多年咯？去年50年。哇！20歲那一年受騙的。阿哥，你係認為老阿姐結婚之後，就開始做出來，還是後排是要做嘞？後排是要做的。因為我看你天看掐豆、滾豆、凍條呢。家裡的分工很明確啦，哈，他是負責監工，這個是負責做工的人，監工的人。成有。黃拉文圖呢？太火對啊！哎，我們先不要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們等下再回來。我們先，我以為你說太閃了。哇！哎，你喺度煮嘛？該菜啊三青肉、發菜、香菇、鳳梨。客家小炒。哎呀，三青肉就先撈一滷一層鹽嗎？這個。該姑姑做得好咯，唔怕。姑姑你先下去，這個可以的啦。撈的。香家哥哥咁樣係香啊，點下要豬油啊。好。哎，其實發菜先同過係因為我怕那個比較快熟，而且會怕有蟲，怕蟲危機。蛋白質啊，蛋白質會出現。因為你買你來報名的呀，李總人來報名。哦，李總報名，他看起來有備而來，新山鋪旁邊，冇啦，準備好勢誒，冇啦。當去做指甲呢？蠻高，靜香也是穿新衣服啊。沒有。哎，梁生，那道食材吼，四項都係第一志願的時間吼，要強嗎？還好。還好，我沒做得現切啦。豬牛做得切咯。係啊，還是那個跟牛排一樣要精緻。啊，跟唔是，跟每一比例豬啦，唔是啊。七師傅頭擺係咪就講過，那個鳳梨底擺就會加酵素。有酵素啊，佢用個醃製的時間嘛，佢又用個肉底部含尿。現在還攞一餐嗎？做得啦，唔怕。用它炒最後的吧。啊，你梁生姐姐之前頭擺後生去做嘛該咧？剛中年，看唔出來耶，你不按輪。哎呀，凍油。切完了哈。對，我想要全部切完。那師兄阿姐應該還冇講頭擺做埋條路喏。無業遊民。大陸醋啊，你冇看見？大陸醋。係啊。年輕的時候啊。不錯，你家早講我偷不牛發偷下架先咩？都會自乾。可是像我就不會來爬陸蔥咯。現在沒辦法咯。代溝。媽唔是的呀。好，我們等下過多做來哈。別一下哈。好。幸福阿哥，係咩都係你做啊？對啊，他就是選老公的時候就跟我選公務員呐。哎，你還可以重拍我先不用，重槍嘛我不用咯。哎阿哥，你鋪嘅調出嚟寫咯，動好看呢。呢種係叫上上，呢種係也很多紅茄啊。哦，係啊。一些來款機都有免沖，按用煲嘅哈，我就覺得阿珍你也挺動小豬啊。這個煮糖醋非常好。對。所以你今天煮什麼口味？就因為沒有那個，就用炸醬啊。哦。你要不用落去之前，炸醬要不要先炒過？要，炸醬先爆過香。對。還是你要先爆一下保生鐵？不用。爆起來再炒。爆炒的。對，爆炒。尋龍水果沙沙。這是尋龍魚。尋龍都貴呢。比較特別的係按燈籠果，它另外一個名字叫做黃金梅。你做乜嘅個上到黃金梅啊？你同媽都用過了。尋龍魚大家有食過嗎？有。啊，沒有，沒有眼毛啊！啊，邊個已經有嗎？有啦。我被尋龍魚集體霸凌。我怎麼覺得好像天賦哥比較會煮？對啊。冇話用講啦，冇天賦阿哥嗬，
你跳摆啊，绕佛俊啊这些约会细节哦，有没有你们觉得最浪漫的回忆？昨天绕大家分享它。伊昨夜下摸咧约会咧对。哦，吃蜜头哦，等一下要吃蜜头哦哈。炸酱里面本身又含梅，而且炸酱你们会不会放太少？我突然想到可惜啊，假使要可惜啊，一定要油係咪做啲用炸醬嚟油，做啲炒。我哋用啲嘛嘅調味料嘛。油加油冰嘅。哦，這個下去應該是做得咯。哎，還是差不多好嘞呢哈。要吃蜜頭哦哈。好。哇，怎麼那麼香煙血哦？要不要嘛嘅調味料嗎？就你們的那個配料，糖、老薑、蒜絲、芒果也得。個球啲本機雞。鳳梨白脆唔一樣哈。係啊，你啲呢哈？鳳梨炒木米，炒鹹酸甜。係，鳳梨還做啲炒乜嘅？鳳梨哦，做那個鳳梨蝦，那個台蔥、苦瓜雞湯那些都是。人哋來比賽，家下李總有講，你人哋加油冇？啊，係要半夜 update。我媽記哦。我調味嗎？好，我有姜嘞，有姜啊。哦。那我們要倒數。送好醬咯。要點蒜絲嗎？蒜絲。可能不先烹下火烤，就不用太多嘛。然後拍些一點點。那個。公雞都選好了。好。哎，這是好了。好的啦。好。現場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那踢館，乃木卡米時刻站到。好。兩組都老獻出來西紅柿脆，變出兩出料理耶。先來試試看那風吹嘅料理。哇，記得哦，你看破解嘅吊菜，世界什麼哦，真的跟外面的快炒店有點比呢。蜜頭凍好哎。真的味道很好，真嘅。但講有一種快炒啊，散步嘅感覺，因為記得家係炸醬，所以正加一種。另外一種冇強嘅風味哦，而且最背面呢，後底你有選到嘅切蓮菜，過來牽香一下。切蓮菜把它香。係切蓮菜凍香啊哈！你最愛的這道菜是不是就是天婦哥？哦，非常好食，我是有點試炸時。非常棒。有香嗎？有讓你兩沙強濃香嗎？此香非彼香。他們味道層次非常多。係非常厲害啊！咁但係做串凍厲害，哦，原來做兩套上面凍厲害。咁我喊下厲害係兩片，西紅柿食菜都係 any 愛嘅。來試試看，攬水做嚟料理咯。試試看啦！哦，咁啲鳳梨本身先用硬好食呢，亦係強下食。強下食，所以講看看軟呢哈。可是啦，因為老鳳梨落去嘅飯呢，就會本解肉陣呢變到較軟嫩啊呢。唔過我做行較厲害係講，加香菇又煸到，香菇一定要煸到，這樣又香啊呢。係，因為佢生香菇，金嘅洗澡嘅豆香菇，豆香菇煸很啊香。炒，我講生嘅香菇煸到魚香嘅話，煸較久嘅時間啊呢。保證子，以後就煮嘅較好呀，安尼較好食。哎，好食。超，就係按樣嘅自信啊呢。其實家下面就有講到一隻重點哦，就係香菇，因為記得香菇咩直接用嚟拌嘅沙拉油落去煸，他們是順序煮肉煸過之後，嘅油來煸香菇，所以哈那香。我有維持哦，盡量唔會破音哦，有嗎？破了，真的是有。杏香跟刺香的香哦，謝謝。此香就是香，加葱嚟菜啦。係啊，變裝之時要買嚟。變裝要買嚟菜是那樣辦煮。係啦，係啊，水定。隨性的。對啊，冇講。你用餐咩凍隨性哦，都是你們要的哦。也是要你冰箱有我們隨性。哦，要改東西啊，按配啊，按啲他變裝之你要配啊，用面食醬啲啊。我睇下吼，可能就有共同嘅感覺就係。無論變相就嘛嘅，都靠唔bằng兩位阿姐，到底師傅應用乜嘢上咧，日日都看咯。見到了，到底師傅有幾天呢？先嚟請阿尊炳師傅請本書。大家風吹電風，好，兩下唱看阿鳳哥唱本書。
咱出日本是你讲香球。好，真名是不抢公平。呢個船係切價先嘅，食出嗱冇天才記到切價位，但一邊老先四項食出，要攞佢融合起來，後要最主要要加炸醬，梅頭部分攞佢燴下融合起來，你講不錯。第一邊大項佢冇強來食出，人家講佢味道可能冇按融合強下，係好分開來，但是佢本體穿嚟食到佢切價嘅咧梅頭，好可惜嘅地方我感覺到了到。好，談看一下阿鳳哥嘅經驗。其實我冇本屆紅隊其實想法一點是講，佢哋破東西嘅時節又破解面腸撈解茄子嘅，跟油溫摩拉果，摩拉果時節佢又做解油，食到全部係凍油，你解炸醬沒油嘅，所以我食到全部係油膩感強多啦，哦，是正常問題吼。我有本屆藍隊吼，其實佢手到個食材凍吼，佢全個五花肉。撈解鳳梨是對味，哦，又撈解香菇別個個油，全部就炒香菇炒落去，凍我食。好了，第一關呢算是戰況焦灼啦，Q 用黑一畢業，唔過唔怕，等下睇時間呢，先來試一下阿鳳師傅帶來嘅好料理來補充一下體力，等下最尾面再來表一下，交俾你嘅阿牛鳳師傅。師傅出台菜。好。阿牛鳳師傅出來就一定有好料的啦，哈！今天菜名係乜嘅咧？尋龍水果沙沙。這是尋龍魚。尋龍當貴呢？哎，你是不是有在挑戰自己不要重複食材啊？係，第5年嘅菜全部都做冇強龍嘅菜。真的是太讓我敬佩了。阿冇強龍菜你話是啊，該餐具餐盤沒有用冇強龍嘅。哦。所以自己一個挑戰啊。係啊。敬業。一個挑戰哈。啊，你係尋龍魚。尋龍魚愛都係取魚腹嘅，魚腹貴呢？魚腹哈，它是佢個軟骨又啊，沒做得食到。哦。只就算那個軟骨，基本上。軟骨超好吃。哦，然後係做個水果沙沙，人家基本係鳳梨。哦。哦，啊，鳳梨啦，然後係蔥條，啊比較。這是什麼？比較特別，然後按到燈籠果。這個是哈利波特的那個吧？嘿，燈籠果，該係去開希望農場，按立基講按為了種誒，它總共種了三個，可是只有9顆而已。哇，這很珍貴。為什麼它產量這麼少？因為它不好種。然後它另外一個名字叫做黃金梅。黃金梅。啊，從了又要實在給打開來，你看咯，打開來，啊，打開來，你要按是做得食的，你係有機嘅。可以吃嗎？做得，謝謝。用剝開來是做得直接食的呀？你做得食看，你要剝開來。有，你要調服嗎？有。哦。哇！你要咁口感啊？咩要舉杯哦，直接食落去的哦。冇啦，你看你要食到強街，tomato的梅頭，沒有 tomato的梅頭，它有多層次的梅頭。它很繽紛的味道。那其實冇食之前，還以為係 tomato 小番茄，結果唔係呢。唔係，它又很繽紛，酸酸的，超好吃誒。它甜甜的，韓國啲味道冇籽冇煙呢。係冇。重點是它的香氣，它香氣有點像香檳誒。係有。有你有中藥嘅冇？有嘛？你頭先咪要講要種嘛嗬？有啊，但量是很少哦。頭天的產量較少，佢抬頭去咧產量眾多。佢要種的是有機的啦，哦，有機的它沒有噴農藥，無毒誒，沒有，所以還冇種，所以我去採收的時間有啊，它有三棵這種樹，可是產量就只有9顆而已，太珍貴，太珍貴。還有帶尋龍魚魚子醬。尋龍魚子醬，哎，你要尋龍魚，這個是最高級的魚子醬哦，你要做個沙沙醬哦，然後吃落去炒要沙沙哦。沙沙啦，鳳梨。哎，尋龍魚的魚子醬勾起了我的回憶啊。那之前吃珍妮的魚子醬就是尋龍魚的魚子醬。尋龍魚的魚子醬是所有的魚子醬地位都會最高級的。最高級的。最高級的。韓國因為尋龍哦，佢本身係當貴的魚啊，我唔該下講，今日了頭做沙沙。但是大家印象當中的沙沙醬，可能係 tomato 啊，韭菜啊。我基本係弄條鳳梨，撈條黃金果。哦。哇，這很珍貴耶！後面3樣，當場 tomato 有咩 tomato？依算係台灣自產嘅，也係去外國進口嘅。外國進口嘅。日本。哦。日本啊，來台灣種啊，以前在外面
冻豆啦，啊摸会熟啦，嘿啊，啊然后有。对呀，后先呢？以前小时候这个冻豆哦，这叫做冬龙果，不要吃啊，血都没有那么大。谁需只有跟看到两种东西是按照电弄，用的电弄。现在我们家有种差不多20颗上下。哇，真的！我哋让你买熟了。不是这个是炸寻龙鱼也可以跟它进。哎呦哈，哦，像了是玫瑰盐沙沙酱，哦，玫瑰盐然后橄榄油，给它自然的味道熟，不是它的食材全部都很高级。啊，了是纯的橄榄油，橄榄油哦，橄榄油。先放去搅。所以应该它用的创头啊，不是先捞去浸水哈。不是，你比方说，俺有大概咱看俺先做了意思是讲吼，它加的盐下去，它的呛味是很冇的。你做嘛个不上到往金梅啊，然后往梨啊、创头啊，然后做在做啥？对，头妈都用过了。哎，冇啦，因为有一次俺是伫个田园，伫个做个推销食农教育，啊，食农教育给的题目是讲有个黄金梅。啊，黄金梅一般做是用个沙沙酱，从安源做发想出来的东西啦。沙沙一般来讲风色啦，我今日做系黄金色的。黄金色，毒哦，最好食的。记得寻龙鱼啊，记得油脂还冇完到，啊，不过记得口感冻好吃咯，冻喷，看了皮冻硬，啊，要皮啊硬喷，也最好吃的。珍饮的秘密武器都练。廖先生顶级香料，上头有这个订购电话，918。念完的话要跟他收100万。他很细心哦，诈骗个跳不惯时要用扁面。哦，这是真饮后生哎。我什么胃溃疡都要吃。最高级的按哦。对。地下的胃溃疡都会吃。那个很好吃啦。这个油太油挂了。平地给按照居民猪皮哦。不是猪油吗？猪油。鬼边的鬼边的。寻龙鱼啊，记得油脂还冇完到，啊，不过记得口感冻好吃咯，冻喷。除了请向阿姐有学过寻龙啊，其他人大家有学过吗？有。啊，没有。根本有学过啊。今天这么多干爹干妈来现场，只有俺摸哦。阿斌哥已经有吗？有了，真有学过了。我被寻龙鱼集体霸凌。它也是减肥，你没做得起，因为你要摸油脂啊，给洗到还摸油脂，那等下油温到一些时候给泡熟了。你看我到现在都没有调味哦，哈，给它吃原味。番薯粉哦，果粉的容易嘿，放去保护它的皮，然后就会泡一些再会散脱。T 师傅，有，我是说这种比较高级的食材。像艾福卡吼，做得玩其他的东西吗？也像做咩用个鲈鱼咩做对啦。有可能还喷掉啊，长得切到一地。嘿，你看，现在放去泡，也先出。啊，冇用过嘅盘具。9宫格哈，那等下是等下先做好。它是基底。基底。好啊，又对不约下高，又对不约下矮，等一下是用身高来判断吗？那就是用天赋歌，天赋歌应该是这个。对啊。该下挑母是用海盐甜哈，玫瑰盐、绕橄榄油、安油食品哈。等下按火的东西哦，尽量不要太多余的调味是吃不出它的甜味，跟最后再搭配这个鱼子酱洗落去，紧紧冻满足冻好些。哇，你还没冻胶是熟的啊？差不多嘞，差不多好嘞。而且寻龙鱼骨也很好吃。它是软骨，它可以直接吃哦。寻龙鲈鱼的软骨。我建议啦，没有吃过的应该要先吃。真的吗？不接受这个建议。对，没吃过就干脆不要吃。系啊。杜好嘅什么冻好看呢？因为个皮系肤色嘅。嘿。然个下部嘅腹带啊，金色那种黑金，很时尚，很有质感。像你要用个鱼子酱别了，用个贝壳的汤匙啊，因为俺都摸贝壳，贝壳汤匙。点上点了。哇！像你要像个一般的寿司店里吃的黑鱼子有没有恐龙哦？黑鱼子是黑鱼子啊，寻龙鱼子酱正统的才是这个。韩国有些红吼，有一种比较下贵，就是白化症的寻龙鱼，它用出来的滋味是拍世界。好，来本台吃下可以哦。寻龙水果沙沙，按钮就好食咯。
好，因为呢是都暗含的看到的食材，大家就举杯 cheers 了哈。好，谢谢徐师傅啦，徐梦琪师傅，谢啦，谢谢。看起来给我来品尝看到喽。天啊，这水果沙酱太好吃了，人间美味。青龙应该 Q 干的给它吃贴，很扎实，它的油分又很香，最主要呢，大哥又画龙点睛，该也给乱，真颜色本好食。我唔想去讲话，因为我达苗哦，都在享受了顺润良鱼的这种梅头啦口感，因为家下面就美就讲啊，佢非常的扎实。它常常用些，虽然佢嘅油切到冇暗豆，但是它为什么这么香？那个放喺水果啊，用下去非常的清爽。就唔会按鹹，唔會嗌吼，所以食了可能对身体一健康啊，心情好，身体就健康。这师傅动贴贴，这个料理真的很值得怀念哦。嘿吼，我哋专业的东西要问一下边个？灯笼果酸酸甜甜，啊配合解腻，味道咱讲动特别融入咧旗鲜菜。好，旗鲜菜佢个香味又落来，或者是去油解腻，又提升个香气起来，动好选。懂咱们的料理，不过还有这个黄金莓果啊，看看的可乐豆，别再还讲青龙，还有上面的鱼子酱，各位观众朋友都不卡，没做了吃做看啊。上次呢，本期搞了享受一下，不过头前一毕业马上来进行水杯米馆的挑战。料理大斗心，大家顾卡都有算是自家的好美食。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地度，用带来嘅美味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战斗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食会较上瘾呢？一家之主，Q 下来大斗西咯！来到水杯米馆呢，大家都应该要好好的表起来，看一下风吹带来嘅美味武器，你系乜嘅？走马肉。走马肉，慢人做嘅，爱做嘅全新妈妈嘅梅头。妈妈藏下来嘅好美食，头摆妈妈係煎乜嘅肉卡度？個人嗰啲係煎到雞肉、鴨肉。啊，比冰較久嘅時間，錯冇？水杯麵用一個走馬肉啊，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半條草走馬肉。半條草走馬肉。哇！阿牛就會搶你食飯嘅意思咯。食必飽了，半條有拉帶有拉冇？有啊哈！好好拼起來咯！好，水杯麵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啊！好，加油！好，我看下咱水今日帶來嘅美味武器係乜嘅咯？這個種係辣椒4級嘅辣椒醬。辣椒醬。對。但這樣看個色芒我是都好看呢，一定很香。啊，一般來講吼，已經做哪裡啊？辣椒醬嘛個做嘛個料理咧，比如豆腐卡。豆腐烤、水餃，蒸水餃、馄饨，全部做一碟，韓國炒出來對我落呢個東西，提味。哦，啊，根本要拿來比賽做乜嘅料理喏？香辣嘅客家炒。客家炒肉？客家小炒。用辣椒醬來炒？好，我們要給它客家大炒，好不好？準備好嗎？好喲。哦，這個笑點有戳到你哦。好啊，水妹姐關了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好了，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了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來。兩次菜都有創意，係啊，那像係你嘅走馬肉炒半條，一聽都好食。雖然講剛剛徐師傅啊，給出菜有沒有？大家東漢的舌頭很新奇。可是啊，哈，如果家常菜要點的話，這兩道菜炒半條，對，炒牛，它是比較長久型的。這個是因為預算比較，就是偶爾中樂透才能夠吃到的這樣子。師傅的也是。好嘞，好嘞，歡迎哈。因為主要就係添把高來負責人款。對啊，寶珍姐，請問一下，你在家裡主要負責什麼工作啊？我現在都不是我煮飯。你看，兩下都唔係愛煮，他的兩下是差不多從50年前，你是誰？20年前就冇煮哎，太幸福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天賦哥，你是不是寵妻魔人？東西其實最會煮嘅卵炒
番茄。结果你下变做马改杜伯猪。哎呀，这是谁带来的？我带。廖先生顶级香料，要还贴片去夹的，系冇？重肉啊，有夹好诶。要当后生系冇？真劲哦！这种带来的一定是超级秘密武器，真劲的秘密武器，对不对？香港人发现好像很新的哦。对啊，用过呀。上头有这个订购电话，918。念完的话要跟他收100万。现在不要用哈，不要用。而且我们有泡葡萄，还有13香。13香系嘛改啊？这3条系嘛？因为我们那边只有2香呢。静香背不出来啊！对啊，它只有13香。哎，今天笑话比较好笑，有比较好，有比较好，像从朱麒麟开始。对，所以13香走在地背背得出来吗？中药的对13种的味道。对，其实我看过梁沙浪入以后厨师啊，我们都有拿到证照，第6场都有丙级执照。第6场另外一个风水动对啊，这强下去上口，强下去考证。我想知道怎么样到结婚那么多年还会感情安好，互相啊。好好哦，我希望爸爸妈妈也有看这集节目，要互相啦，笑口常开啦。对呀，老婆骂你说人家，那就死定了。老婆骂的笑。等一下给我都转来哦，哈。好。哇，姐姐那款2片都动用哦。这个步骤，我让讲很民主主义好诶。来，所以我来帮你。顶好的就系辣椒酱嘅客家炒肉。辣椒酱系自家做嘅，但是呢啲嘅客家炒肉要嘛嘅冇強用嘅改良嘅蔬菜喎。我就是菜鹹菜炒肉嘛當好事啦，一落辣椒醬嘛當好事啦。啊，你基本要大鹹菜啦嗎？基本冇。冇啊！這意思問你講客家炒肉冇強用嘅地方。很棒，你看它有分太極。對啊，哎，但靜香也太近了吧？對啊。你都去哪一個9秒靜香啊？不一樣的靜香哦。哎，唔過你兩下感情已經動好呢。就像親姐妹啊。維持一條啦。共愛一條。哎，共愛一條。去那個大閉館嘛，佛山水庫啊，該片。有啊，有啊，去吃尋龍魚啊。哎，該片就尋龍魚嗎？寶山很多啦，那邊多淡水的，還要養殖。哦，該到有抬頭鏈啦。對。哦，啊，根本你談講吼，哎，就是晒老公冇含淚係嘛？誰？臨陣脫逃？蠻應該。對着鏡頭跟他喊話一下。來，老公，我今天有來錄影了。好溫柔哦。人家嘅寵嘅動態呢，動好色咧。該不會是家種去家種哎呀？啊，這你是家種的哦。種誒。他很細心哦，他片個豆腐罐時要用扁面。哦，這真引後生呢。我什麼胃潰瘍都要吃。這辣的。最高級的按哦。對。就算你胃潰瘍都會吃。所以等下別好，啊炒強下應該冇問題了。咁樣的部分等下先準備好哦。好，等下給我多轉來哈。好。哇，那個油蔥酥，慢點做誒，油蔥酥。阿哥，你要買個唔曉呢？唔曉講聲音啊！下一下啦，下一下，挑白凍飯呀。你有參與啦？應該凍好雪板挑呢。等一下，我要抗議，那個豬皮為什麼沒放？冇安的。哎呦！那個豬皮呀，太公，豬皮這是人參的精華哎。是啊。哦，第六放起來。那個很好吃啦。這個油太油不好了，它只要皮而已，它取皮啊。肥肉對身體不好。真的。豬皮可以。因為它是很多啊。哎呀。他習慣。第幾按照清明豬皮哦。哎，不是豬油嗎？豬油。改名嘞，改名嘞。秘密武器。來，靈魂精華。好香哦。你該不會吃厚片吐司也用辣椒醬裹？你答對的啦。該那個醬油。哦。哇，專業。這個拜託給大家都吃大碗的好不好？大碗公準備。對。試吃盤。好，以後都改這個。要熟的吧，下去叫一下，叫一下。對。我覺得走馬中東中這個較陡一些的。係啊。會凍漢麼？該咪凍漢麼？唔係。黑香。嘅鹹煮個豬肉嘅些，豬好雜落做麻。然後哦，這個雪玲姐如果來的話，直接投我們。
他直接跳进去。他不会投客家小炒，因为他是全国第1名。他不会投给别人的。我得给我了。哇，你看那个猪皮变成透明的，拜托我等下吃猪皮就可以了。阿姐，我啷讲哦？等下你就重盘啊，剩下的全部系挨嘅哦。那我要吃很大盘。哦。大家就想说我们用啥都在有给土色嘞。对呀。有没有认真在主持啊？我们是不是后尾？差不多好嘞呢。哇，我刚才看那个酱油。哇，专业。好，阿哥，你紧紧动我。这个拜托给大家都吃大碗的好不好？好，就每个人盘子。你偷吞口水，我看到了。大碗公准备。对。试吃盘，好，以后都改这个。好，好食哈。做对了，做对了。好笑的浸一下哦。浸好。是要亲一下。浸好。等下赢了再亲。对。哦。哇！哇，我又吞口水了。怎么办，师傅？我胃溃疡好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哦？哎，你都有食过辣嘅客家炒肉吗？就是加辣椒會甜甜啊。但辣椒種嘅可能較少吼。冇，完全冇。加辣椒哈。哎，鬼怪比下衣啦。啊？现在是现在要加那个，差不多好了吧？蒜苗哈，差不多没有。秘密武器，来，辣椒酱啊！不要太多，你那个很辣，你的超辣的，可以吗？这个是可以哦，对哦，这不要太多，好了，可以吗？就好了，因为这样可以，他炒的我吃到都好辣，真的很。哎，这一定很好吃啦。所以姐姐，人家不卡冻好吃辣的哈。你大白鹅哟，大白鹅，你这个煮冻豆辣椒煮冻豆辣椒酱。你该不会吃厚片吐司也用辣椒酱裹？你答对了啦，它巧克力都是加我吃馄饨都是加的，还有油膏，上色比较漂亮啊。我觉得辣椒酱可以再一点，我也觉得。你放心吗？秘密武器哦。哎，这是木角。黄豆加的是吧？他很害怕。姐姐你怕辣哈？还有一把，可以啊，可以的话那个真的很辣哦。哇，这个灵魂精华。灵魂精华，来，那个胡椒。哎，大家有许多个什么冻好款哦。好了。你的胡椒不一样啊，今天真的用难评的，不一样。你的胡椒不一样，换做点的啊。哎，好像点麦是廖先生的吗？那个15香吧，那个重要点麦，好想偷，你也绕开抹买摸穷的。跟炒到冻酱吃。好了，去倒数完成就赶快吃啊！好。天草马上的都说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这次看到最杯米馆有好冰的吼，来煮较赞到嘞。两组呢，因为喺最杯米馆的关系，鼓手呢所有的压箱宝都端出来了。冯最力丢出的係七家嘅有妈妈咪头的走马牛，来吃吃看呐。这猪皮好 Q 哦，跟果冻一样哎。哦，跟猪皮有 Q 到埋汤土吼。那板条融，真的，那一整包打包哎，各位好，你可以走马米头，还有榴弹酒香，唔係單純的甜甜甜，濃厚的客家人的驕傲。河內牡丹醬是三香甜甜哦，因為記得有油啊，有鹹白嘅豬油，還有另外加嘅嗰種蔥油，還有最美嘅香油，所以超級香的。又熱梅，係吼，喺感覺前向阿姐吼，等不及要吃自家嘅辣椒醬嘅客家炒肉咧，給你試看。哦，它辣椒醬懂香哎，提一點味道而已，叼一些追米聽聽，很香，辣椒懂香。各位給大風，這團呢都有白豆，都是金黃色的，這應該做到都金棒誒客家炒肉。係啊，你一炒過熱嘅吼。本身客家炒肉是非常好食，因為對客家人來講哦，可能都拿雙尾炒。但最特別係用辣椒醬，記得辣椒醬，但係辣甜甜哦，你食到你一下什麼還會麻麻誒，我覺得很厲害，非常厲害，非常好食。吃了你有沒？你沒到沒之後，哦，挺好。因為佢有白豆，佢嘅香味又出來。有白豆有。啊，又唔會太辣，都好啊你。記得厲害嘅素材係多，無論係敢食啦，唔敢食嘅，哎，大家都很誇獎。是最厲害嘅。你辣慢慢的給佢媽。慈香姐喜歡刺激感的食物哦。今日偏富美味凍巧吉咯。
看一下师傅应用版的评分咯。最好食的人家他做还蛮纯，然后是唔够师傅先包滚你，像本输。耶，冷水一分，准备一下抢快75。哦，强球！你好，冇办法接听啊。有师傅抢公平。用片吼，阿哥啊，这村冻离灰啊，对了后，以前个以前以前有那个要像有白度啊，伊咧系秘密武器哦，但只有种的部分哦，平时是落去哦，甲向为冻向，唔系要。按照辣度拢顺落去，了到后可是就咧染好多一点点做马样哦，动向动落去，但是差不多染就加一点点那样。好，换七师傅来评。那么本蓝队其实整体上走了动哦，是差一点摸该降香味、降气。你譬如说调油按个这一下油啊，你的梅头的层次有冇可能好耐好够掉，是正常的用品。哦，我们讲红的先讲哦，这个做妈油表单嘛，讲崩冲调的油，它也不会抢过做妈的梅头，走得动哦，行吗？果然，你李总拍出来的选手呢，全部都很强，两组都系大头命哦。这样最杯米馆你色彩有拉勾呢，这半条大家就打包准一流哈。哦，哦，马上来你来颁奖嘞！耶！恭喜大家，今年两组的都表现得很好哦。凤水得到2分，男士们得到2分。先来恭喜凤水得到1000元的加彩金、脚比金。到底是入会的啦！你看一下男士的牌后面是大头名，得到是2500Q 的加彩金，恭喜！哇！家庭副工呢已经直接约起来了哈，他讲等下就要去吃下午茶哎。对呀，本来还说约我一起去，我说我干嘛去当电灯泡？家庭副工你要不要参加？先带老太太分享一下。按多说咧，很多的老人一家秀艺表现出来，本睇一家来参考看下。今天哈，嘿妹妹老娘宝贝布娘啊，替拜给我送天师。替拜嘛哈。那这样第一次通常有没有？有第一次上电视，也有初恋，也有什么初吻，初次荧幕初吻。哇，那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。我们先听宝珍姐讲一下好不好？宝珍姐要不要参加行政妹老太太分享啊？非常的快乐，欢喜，做咧做出好吃的东西，本大家吃，哦，非常的感恩。哦，当天喊你爸爸过来嘛？喂，等紧哦。准备好吗？准备好吗？准备好。准备好，准备好，口罩。好赞哦！太幸福了。我在旁边心跳很快。哦，看一下咱出的影片吼。那边不用亲了吧？师兄阿姐哦，本来没做的表现一下。对不对？老婆你冇来，冇来，冇来吼，咁咪感伤咯。我希望个一家之主的单位来帮我到了表现一下，但是我今日咧也学到青岛的个当新闻台噶。请向阿姐哦，今日哦，手艺也是一等棒呢。那大家分享一下，一家之主赞。哇，请向阿姐咪系赞。看到吉良山哦，真经非常欢喜啊！乡下煮菜啊，比当汉地啦，姊妹同年同志，这个缘分系非常真实嘅。真嘅，因为今年同好几笔哦，是都按到澎湃料理，看结果呢也是皆大欢喜，两组都会第一名，再一次证明了你们来自于哪一里呢？人家里科五里，全部都会料理熬呢。系啊，欢迎来挑战。科五里朋友。大家記出來，分享所有朋友向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啦。我唔知我分享睇住架，不過呢都那個離婚哦，適合你吃到講，想來上天師，想來電影海料理，想來交朋友，想來吃澎湃，都歡迎你向下來參加哦。一家之主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來了。